自2023年5月初7日，撒利教会主日礼拜，圣经咱做伙来听读《撒母耳记》上卷13章第8节到15节。扫罗照撒母耳决定的日期庆后7日，因为撒母耳还未来到吉甲，缀扫罗的人就开始四散。扫罗讲：将烧化祭甲平安祭的祭物摕来我遮，伊就献烧化祭。伊献烧化祭拄仔要完成，撒母耳来到位，扫罗出去迎接，要甲伊请安。撒母耳讲：你在做甚物代志？扫罗讲：因为我看到人民四散离开我，你嘛无照决定的日期来，搁非利士人已经聚集伫密抹，所以我想讲非利士人特别来到吉甲攻击我，搁我还未求上主施恩，我才顾不将献烧化祭。撒母耳对扫罗讲：你若遮糊涂，你无遵守上主你的上帝爱你守的诫命，你若有守，上帝会坚固你伫以色列中的王位到永远。当你的王位袂久长，上主已经找到一个合伊心意的人，决定要互伊做伊子民的领袖，因为你无遵守上主的命令。撒母耳就出发，对吉甲上去便雅悯地区的基比亚。扫罗点算缀伊的人，约有600人以上。留意下这平安。非利士人是士师时代中尾期，甲王国时代初期，以色列人上可怕也是上头疼的敌人。因并毋是迦南地的原住民族，因是对欧洲希腊的腓尼基移民来占领迦南地。因住伫即个沿海平原地带，因也是外来民族。非利士人因为握有较先进的铸铁技术，也控制铁器的使用，所以直到扫罗做王的时阵，以色列人受到非利士人的欺负甲压制，还真严重。咱通伫撒母耳上卷13章19节到22节，咱读着讲，迄时以色列全地无拍铁师傅，因为非利士人惊希伯来人制造刀甲枪，以色列人要磨猪头、犁、斧头、骨仔，拢着落去非利士人遐。若要磨猪头、犁着2个铜钱，磨斧头甲刺棍着1个铜钱。所以到交战的时，缀扫罗甲约拿单的人，无一个手呢有刀也是枪，只有扫罗甲伊的囝约拿单有。虽然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因伫兵力甲武器差距真大，非利士人还阁有铁战车，毋过伫扫罗甲非利士人的战争初期，因得到大胜利。总是到落尾，扫罗甲伊的囝真不幸，伫后来甲非利士人的战争中不幸战败身亡。这咱以后会阁讲到。今仔日的圣经，咱查考的范围是《撒母耳记》上卷13章到14章，主要是咧讲到扫罗王爸囝甲非利士人头摆战争，遮记录了遮详细，内省咱来看分段。
头一段伫13章第1节到第2节，扫罗伫打败亚扪人解救基列雅比城危机以后，成为大征，也得到实质的王权，登基称王。伊大约伫40岁做王，2年后，伊开始有家己的部队，就是常备军人正规军。伊只有干那竞选3000个人来做伊的精兵，其他人就互因倒转去食家己。当然，要饲一支军队，开销也一定非常可观，所以初期并无才调饲伤济兵。扫罗甲这3000人的兵分做2大营，一营人数较济，由伊家己带领驻守伫外地；另外一营是互伊的大囝约拿单领兵1000，驻守伫首府基比亚，也就是扫罗的故乡。这是扫罗做王初期的兵力甲配置。第二小段是13章第3节到第7节，王的囝约拿单攻击非利士人。约拿单也是扫罗主动攻击非利士人，双方就各自动员，准备要大战。非利士人迄边有战车3万，有的圣经版本是记3000。战车是较适合伫平地作战。非利士人另外有马兵6000，搁不计其数的步兵。若是以色列人这边只有扫罗3000个战士以及一寡志愿兵，毋过因并无亲像非利士人有铁做的刀甲枪顶遮个武器，所以看起来袂正拍，就若像是蠓仔咧顶牛角，一定凄惨歪歪。以色列人因为这缘故，灭的灭，逃的逃，还直接投降，东倒西歪，袂正拍就敢若用要死去。第三小段是13章第8节到14节，先知撒母耳责备扫罗。撒母耳甲扫罗约定7日以后要点结跏会合，总是撒母耳年纪老，动作慢，伫约定的时间到，伊人还袂到，加上对扫罗的人因为惊非利士人，就一直在流散，所以扫罗看局势非常不利，就家己直接献烧化祭，想要稳定军民之心。总是到撒母耳来看见安尼，就真无欢喜，问讲你咧做甚物代志？撒母耳也无接纳扫罗的辩解，而且正严厉甲伊责备讲：你哪会遮糊涂，无遵守上帝的诫命？因为安尼，上主要互你的王位袂久长。上主也找到另外一个合伊心意的人，要互伊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原来，因伫有祭司制度以后，献祭工作应该由祭司利未人来执行。扫罗正月若冒犯撒母耳，阁是藐视上帝的律法，得罪上帝的罪。第四小段是13章15节到23节，遮讲到着
扫罗甲非利士人双方的兵力甲部署。撒母耳甲扫罗不欢而散，扫罗就孤军奋战，留伫身躯边原地有至少3000个军人，但只有剩大约600个勇士愿意甲非利士人决死战。若是非利士人亲像到遐出手，分做3大队，四界攻击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中间除了扫罗甲约拿单2人以外，无人有摕着的武器，差不多历史是等要防台的命尔。第五小段14章第1到15节，约拿单并无甲因老爸扫罗参详，就主动带一名亲信兵去到敌营打探军情，而且大主大意、大摇大摆，就对营门入去，因为安尼甲非利士的士兵正面冲突相抬，因2个人伫短短的范围内发动突击，就杀死大约20个非利士人，加上发生地动，所以非利士人惊甲皮皮喘，搁大恐怖。第六小段是14章10到21节，这讲到扫罗杀赢非利士人。扫罗伫咧点算军中，伊的囝约拿单甲替伊举军器的亲信兵失踪去，加上非利士人的兵营混乱，所以就急要出兵抢救约拿单。毋过未负担上帝的约规，甲求问上帝，伊就终赴战场。也因为非利士人的阵营互相残杀，搁原本投靠非利士人的以色列人也反乱挖过来扫罗这边，所以扫罗甲以色列人就反败为胜，大败非利士人。第7小段是这场战争后所发生的事件风波。14章40到46节，大战得要结束进前有发生2件代志，就是约拿单毋知军令伫妖仙的中间，伊食野蜜恢复元气。另外就是以色列的军队因还阁挡袂牢，就杀抢来的牛羊，毋过杀无清气就食，所有食着肝火的肉，这违反着摩西律法的禁令。后来原本扫罗要杀约拿单，毋过约拿单互遮个军兵挡住咧，救伊免死。另外，扫罗也做一件好事，就是伊有甲上帝去一座祭坛，互伊的军兵牵因的牛去遐抬，搁献赎罪祭，了后才互因食来支持。扫罗也听祭司的建议，大声求问上帝，看通继续对入非利士人敢好。毋过上帝一直无应答，所以扫罗就放弃对入非利士人。第8小段是扫罗的事迹。
甲伊个家族14章47节到52节。即小段用短搁紧的经节浓缩扫罗做王以后大部分的功绩，主要是伊甲周围或者会对敌不断战争，而且讲伊是必战必胜，拍到倒位就赢到倒位，非常神勇。即段也有讲到扫罗有3个囝，2个查某囝，3个囝后来甲伊做伙战死伫甲非利士人的大战，2个查某囝也甲大卫有一寡关系，这以后咱会阁讲到。扫罗也任用家己的即尾兄弟押尼尼来做伊军队的元帅。毋过即个押尼尼后来叫大卫的元帅约押暗杀去，这以后咱会阁讲到。最后就是讲到扫罗看到强猛的人甲勇士，拢召集因加入伊的部队，这也为着大卫要出场来做伏笔预告。撒母耳上卷13章到14章，伫遮咧甲因讲啥物？头一项讲无事在人，成事在上帝。扫罗拄呾建立的以色列国，兵力只有3000人，要甲军事力量非常强大的非利士人的联军作战对抗，这原本就是非常困难，佫袂输是自找死亡，也是讲挖家己的墓坑伫跳。总是若假使是出自上帝的旨意，就人若有愿意做的心，上帝也会帮助伊突破一切的难关，打败上可怕的敌人。阻挡的难题可能真大，失败也通找到1000外个理由。总是铜墙铁壁，也通找到破击之点。撒母耳记13章到14章，这以色列人甲非利士人的战争中间，约拿单拄好是扮演迄个关键者，伊主动出击做先锋，甲非利士人的牛皮突破消防器。落尾，以色列人合力助攻就取得胜利。其实教会的事工有时阵也是安尼。咱教会以前赞即师娘礼汉孝节，还要伫个时定定学了即摆的教会甲以前的教会真无共款，特别有咧修建，有咧整理环境甲美化。其中一项，伊讲教馆3楼铁厝，还袂大以前，中执会就二月10几冬，拢无进行，也无看到影。后来，大好势教会也豆豆一直咧修建，豆豆整理。伊看，做信徒，实在是真欢喜，也真安慰。教会有咧进步，外口的人来嘛会学乐。当然，咱感谢主，教会硬体的修建工作，这个阶段性的工课，大部分已经完成。毋过以后，教会事工伫质甲量，爱阁提升，增长进步，这也需要咱同心协力来拍拼营造。才会当搁较荣光上帝，造就教会。也就是讲，凡事起头难，当凭着信心勇敢踏出第一步，若是上帝
欢喜的工就的确落尾也要得到完成。有一句话讲，困难虽茫大，毋过咱的上帝比困难还要较大。困难虽茫大，咱的上帝是比困难还要搁较大。第二，影响出少年，咱爱注重儿童青少年的培育时间。中文法本13章第1节翻译：设了登基做王年40岁。那呢，伊的大囝约拿单应该活20岁，是青春的少年人。约拿单是王子，也是扫罗上界器重的部下。当落时，全以色列只有2支铁做的刀，一支扫罗家己举，另外一支互伊的囝约拿单使用。约拿单用这支刀主动攻击非利士人，也得到良好的成果。当然，除了伊的胆识以外，也爱有爱国守护人民的决心，搁较着爱信靠上帝，恳求上帝帮赞，而且家己伫体力的训练、武术、战术等等的训练，也着爱有相当的训练。若无拄着敌人，往往伫生死关的中间，并毋是亲像平时掠倒人性才会获胜若定。青少年往往伫每一个时代扮演进步的推动者。若无儿童、无青少年的社会、国家甲教会会断层，甚至是长期灭种的危机。印度目前人口超过13亿，比中国较济。毋过，印度最大的优势是因的青少年以下的人口是占总人口一半以上，加上因的教育、经济、文化甲军事等等的力量，印度预测伫未来的20年，国力有可能会超过中国，成做全世界数一数二强大的超级国家。青少年亲像约书亚，敢冲敢拼，有热情、有理想，阁有行动力。若重视引导因为主做光做盐，的确，家庭无共款，教会也会哪来哪有活力甲进步。日轮教会了显顺长老伊捌分享伊家米饼店。传互第2代经营，少年人用新的方法颠倒，甲饼店的生意业绩变搁较好，也变搁较大。教会投入伫儿童主日学，还是青少年的时间，有时爱真久长才看会到淡薄的成果。毋过，这是必要阁有意义的投资。我一个表姐陈慧世牧师，伊新南医毕业，头仔派伫台北双溪教会。迄当阵主日学人数少少，主日学中间有一对姊妹花伫栽培了后，即个其中一个讲伊大汉的确会信耶稣。经过30天了后，即个囡仔伊读博士班毕业，伊也果然信主，过来找陈慧世牧师，这实在是真激励的故事。陈牧师伊伫台东的即个路野教会、礼牧会教会小小主日学原底只有一个学生，即卖有3、4个学生。毋过，伊犹原为着遮个细囝尽心尽力伫服侍。
第三，则讲到人才是上好的资产，人才是上好的资产。索罗一生是一个伟大的军事统领，伊家己必战必胜，拍到倒赢到倒，就是菲利斯人真强大，歹搁拍，伊犹原定定甲因有激烈的交战，甚至后来伊死伫甲菲利斯人的交手，伊也无愿意受掠，也是投降。索罗也有一个真大的优点，就是看见有强猛的人甲勇士，就邀请因加入伊的部队，壮大势力。中国汉末三国英雄之一，曹操是乱世奸雄，毋过曹操伊若看到人才，就想办法要甲因收容，也是诱拐做伊的部属，甚至是敌营也是共款。无论是做文官，也是武将，老爸三兄弟也捌投靠伊。曹操明明知影司马懿是一个野心真大的人，毋过伊也重用伊，总是。曹操伫要死以前，伊有交代伊，司马懿即个人一定爱家用，毋过一世人拢爱家封闭。曹操因为伊用人捌长看，所以伊伫三国时代也是上界强大。索罗伊做一个三军统帅，伊采取精英部队。伊的武功成就非凡，作为一个王，伊并伊无用伫即个战争，所以其他的成就就有限。而且伊做一个老爸，也是讲上帝信徒，通讲伊是无及格，即个咱以后则搁再讲。原主帮助咱扶持。重视儿童青少年的培育时间，互咱也看重人才用宽阔的心胸，甲人做好的同工，愿咱尽心尽力尽性尽意听上帝，为主导无上帝国教会的发展。咱所做的工，愿主坚固伊，咱做伙来祈祷。主啊，爸爸上帝，感谢你也互阮有即个雨水伫早暗来落愿你也看顾保守，互阮的台湾会当有够额的雨水，特别伫中南部遮个欠水水源地水库的地方来。享受遮个较济雨水，互阮通使用来供给大地的需要。阮嘛伫主你面前，也感谢你，互阮也透过早起阮所听读的圣经撒母耳记上卷13章到14章，阮看到以色列人初期甲非利士人的征战。会当得到大胜利，并毋是倚靠家己的牛，还是兵力，是真正上帝怜悯，甲倚靠上帝才当做成即个事。也互阮知影，阮的人生阮也毋是爱靠家己，是爱靠主你，才当做遮个事。互阮伫咧度无上帝国。大事的时，主你就加添开力、信心甲资源，互阮通来做主你的工，来应耀主你的名。阮也伫索罗的身上，即个看见虽然有介济明显的缺点，毋过伊会晓得
用人才这也是大直管所通学习的。求主你也看顾帮赞伫阮即个新的年已经过将近一半所剩日子也通继续为主你来做工做盐，阮献上基督靠耶稣的名，阿免。上帝行做伴过伫咱一切所求所想的，就照伊所运行伫咱的权能，愿你教会甲伫基督耶稣荣光归到万世，代代无煞，阿免。